继续来关心立法院针对着花东交通三法甲打诈四法，立法院民进党团是强调花东三法是欠缺财源甲欠缺评估的，根本就无法度来推动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就呛讲，国道6号甲环岛的高铁拢是比较台湾高铁 BOT 案，政府唔免出钱。不过嘛，传出国民党团内底的意见是超白平，所以鲍坤基才改做讲有共识，才会继续来推动。3万、5万、8万、10万都可以建议，但是行政权在他身上嘛，他如何偏离，当然是他的权利嘛。所以说并无法强制为之的。等待院长你最后说服柯总召，如果不能够说服柯总召，我们就进去表决吧。为了处理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条例修正案，调野协商针对是不是符合宪法的争论，那被以人数优势3道通过。补偿金每公顷为3万提高到6万，也是民代甲全里长补助费的法案马上都通过，包含增订全里长春节加发1.5个月补助费，聘用助理员也嘛提高。第下市议员至少聘用来人等，议员助理补助费甲为民服务费嘛拢调悬，增加弹性来改善过去低薪而造成的服务品质不佳。地方民代及村里长更多的资源，能够让人民享有更好的服务。行政院倒用台车3请立委，希望紧完成打诈司法审查，搁集中伫花东3大交通法案的攻防。这3个法案，那目前在裁员的筹措，在相关的交通评估都还付之阙如的状况之下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窒碍难行。国道6号。打通或是环岛高铁的兴建，都是比照台湾高铁政府零出资，反正我们党内一定会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共识，我们才会推动。每个法案都会有不同的意见，但当然要互相沟通怎么讨论呢？民进党团总调吴国昌表示，打诈司法行政院版本有理绝对支持，不过规范不足的党团原有家己的立场。议会原定审查哪位提案，甲郭国文冲弄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移送纪律委员会，不过韩国如何有调野唔通过头对立，该交调野协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